有历史文化支撑的小镇新港。板桃窑附近的桃居花园别墅自有车库，走看房。一进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，客厅、餐厅一条龙，旁边有一个小琴房，厨具三机配备，樱花洒哭了。后面还有一个工作阳台，长长的，因为它面宽6米，里面还修理车不是问题哟。你都停在工作阳台吗？不是啦，丢高。2楼这间主卧，2楼的部分有2间套房，3楼这间有2间房间，一个厕所，外加一个小阳台，大大的露台。格局是4房2厅4卫浴，立坪是大约27坪，建坪约42坪，临近我们的板桃窑文化园区，适合追求宁静生活、亲近自然的你。它的开价1220万。如果你对这间房子有兴趣，欢迎私讯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关注我的粉丝专页。房子有温度，买卖有态度。我是一如，用心陪你找到家的感动。拜拜。